今年已經90歲，前黨館長陳東山也相當勇敢嘛，關心地方。面對這擺民進黨擔市長初選，力爭甲立委林俊憲對談，連同彼此的政策理念，所以16號嘛用錄影公開推薦，呼籲市民支持正派清廉的林俊憲。以正派個清廉，伊當守住這個民進黨最重要的這個價值。東山在這所在特別拜託大家，台南要上好，就愛林俊憲。為了老館長的公開推薦，嘛，讓立委林俊憲甲伊的初選團隊士氣大振。16號佇議員小廳召開記者會，除了回應伊甲老館長30黨的恩怨以及受看改感恩，更崇拜伊爭取南科為台南打基礎，以及第一個發老人年金等關鍵甲貢獻，嘛，讓伊深深受到啟發，期待未來傳承老館長的精神。那感謝東山伯啊，伊認為未來台南市長愛有能力，愛正派清廉我甲伊已經有，其實我若是連包有30年從我當少年啦，我足少年的時陣，我第一遍參選議員，東山伯就以前伊做館長，伊就捌來甲我徛台我講過去嘛做伙佇美國有共同做台灣人運動的這個律師佇美國的這個背景話講到等，我真感謝伊我會用着東山的精神愛學習東山的精神，把台南顧好，把台南做好，讓台南以後會當來大發展。立委林俊憲嘛透露，佇初選前的關鍵時刻，也有來自全國各地黨輪級的貴賓要公開徛台，請鄉親等來看。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